新闻的头一条，来看这个高雄左营透早7点发生着枪击案。一个51岁男子牵狗仔出门散步，甲埋伏伫个因兜附近咧等伊的嫌犯相拄头，两个人口角冤家了后，这个嫌犯拿出着枪，连开16枪。这死者的头壳、颔棍甲腹肚总共着5枪，当场死亡。这个凶手弹死人了后，驶一台白色的轿车离开。警方初步研判，两个人可能是有债务的纠纷。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高雄左营这件枪杀案。这凶手犯案走大约11公里了后，把作案的车辆隔离个桥仔头，然后放火来烧车。人是走到无看影。目前侦办的进度，警方有详细的说明。好，主播持续带您关心的是高雄左营在今天上午发生了一起枪击案。那么这一名的罗姓死者呢，现在经过警方的将近1整天的调查发现说呢，其实当时候他是准备要从住家外回到住家的过程，被这名埋伏在现场的凶手冲上去，那么连开了16枪。那他身上呢是中了5枪，分别是在腹部有3枪，另外头部跟颈部也各有1枪，当场倒卧血泊不治。那后续呢，这一名的犯嫌他是直接开车一路开了11公里，到了桥头区把车给弃置，同时还焚毁车辆。因此，警方呢在今天中午的时候也到了现场，发现说这辆车子虽然被烧毁了，可是呢上面还有1只手机遗留在车上，另外呢还有2支的这个手枪。那究竟当时候在犯案的时候是2支的枪支都有拿起来使用，现在呢都是要来进一步做调查厘清的。不过呢，根据了解这一台车其实是一辆权利车，所以目前警方呢也是要来找寻这一名车主厘清相关的案情。当然，是不是说过程当中有其他人来做接应，这方面呢，警方还是要调查厘清。可是由于这个犯案手法其实跟过去林世杰枪案的时候非常类似，就是呢这名作案的犯嫌，他们都是把车子给焚毁，那么另外就是逃离现场。现在呢，这个警方也表示说，或许也不排除可能就是同一个集团。当然这一方面还是需要来进一步调查。同时还有另外一个点就是关于说，有人认为说，这是不是他可能因为在去年的时候有丫头，他在左营也是被枪决，当时候呢就有人说，这丫头他在屏东的这些所谓的毒品的这个利益，可能接下来会有人想要来进场。但是呢，这一名的死者是不是就是因为这样子要来这个分食这块大饼，因此被人盯上？目前警方认为说呢是没有这个迹象的。当然，到底为什么他会遇害？同时，现在这一名的凶手他是往哪里逃逸？过程当中有没有人接应？包含像是他后续焚毁车辆之后，是不是还有做一个变装的情况？现在警方都要来进一步调查厘清。以上是现场掌握到一个最新情形，再把时间镜头交还给棚内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